佢拍過過萬套電影，佢嘅對手超過8000名，佢自誇勝率達90%，佢為電影奉獻咗26年，佢號稱神之手，佢就係女優殺手加藤鷹。從影26年，加藤鷹曾戰8000女，曾經創下徒手喺13分鐘之內令女優達至高潮。加藤鷹嘅性愛技巧可以話係獨步天下。起初佢都係揸 cam 拍 AV 嘅，一次偶然嘅機會被指派親自落場拍 AV， 一拍就拍咗26年。08年嘅身價仲去到日薪7萬yen啊！才色兼收，看似係份優差。不過鷹哥曾經講過，一日拍2套片，每套又有幾場戲，真真正正要付出㗎。而喺芸芸嘅對手之中，鷹哥就話呢2位令佢印象最深刻。不過我哋最深刻，除咗係佢嘅招牌鷹爪之外，仲要係11年殺過嚟香港拍蜜桃成熟時 33D 㗎。唔知佢嘅隱退會唔會成為一眾宅男嘅集體回憶呢？